大王旋风追到北海道，日职今天正式开打。札幌市区到处可看到火腿队的宣传海报，除王柏荣前东家体系旅行团带了近100名球迷来加油，现场也有火腿队球迷热情拿着王柏荣加油看板应援。王柏荣成功转战日职成为话题，也是球团开季宣传的重点之一。札幌地下铁东丰线推出主题列车斗士号，王柏荣也在彩绘列车上。札幌巨蛋所在的地铁东丰线辅助站内也可见拍立的机器，可以合成与火腿队球星合照。王柏荣照片也在选项中。王柏荣前东家中职 Lamago 桃园队同体系旅行团，此次特别开团号召球迷到札幌为王柏荣加油，约有近100名球迷报名参加。开幕战前特别安排球迷击掌会，吸引许多球迷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排队。球星击掌会历时约15分钟。日本球迷森下照透露，从昨天下午3点就到场排队。森下照和朋友们热情拿着王柏荣的应援毛巾、加油看板。他说王柏荣在中职连2年打出4成打击率，一直都有关注，期待他的表现，会努力替他加油。